湾社区7栋大楼着火，已经造成44个人死亡，共有279个人失踪。香港特首林家超强调讲，因为在调控制。有一个56岁民众伫北大武山爬山滑倒受伤，消防局上山去救人，透早已经把人救落山送病院治疗。国造灿水南海群号早起进行第4届海上测试，有军事要伫高雄港替海群号加油，各海军加油布条画加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7日公视台语台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香港新界大埔丰湖湾社区8栋大楼着火，目前团出已经造成至少有44人死亡，有几10人送病院，共有279个人失踪。香港上新的消息嘛指出讲，警方已经把3个建筑公司的人抓起来，其中有2个是董事，一个是工程顾问。警方嘛表示讲，这栋大楼亲像拢无使用有防火功能的建材。香港特首李家超嘛表示讲，这马火势已经大大受到控制，有3栋大楼的火已经拍花了。大楼自1楼到厝顶规拢着火，丰湖湾8栋超过30层的高楼主体大楼有7栋着火，已经造成重大死伤。消防加紧急应变人员透暝伫咧抢救，警情团讲对着火大樓內面救出一個幼嬰，也有一個老婦人人。我哋翻到嚟，我哋差唔多5點幾翻到嚟都唔俾我哋上去啦。其實都未燒到我呢個座。26日到2點51，大樓外牆的竹架硬件着火通報火警。香港消防處在接到報案了40分鐘內，該列做嚴重程度第4級。3點半鐘，也就是6點22左右，新聞到相關的5級火警。香港頂一遍的5級火警是17年前。The fire is spreading quickly to nearby buildings. Debris and scaffolding of the affected buildings are falling down. Besides,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buildings concerned are very high. 當局講，規個火場範圍大、溫度高，探甲正緊，消防員無法度入去救人，建築物內面也閣一直聽到爆炸聲音，消防水條也無法度噴遐尼懸，天變暗了，更加歹拍火。共140多輛消防車同埋60多輛救護車，被動員嘅消防員同埋救護員呢係800多人。大火迄當陣，主體大樓正佇咧整修，外牆攏打竹架硬架啊。保安局長田炳強講，火炭正緊，若是用符合法規嘅建材甲棚架啊，火應該袂遮爾緊就炭到規棟建築物。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這場重大火警死傷者表示哀悼，幾多百位居民已經被疏散到臨時嘅庇護中心，需要安置嘅大戶也緊急安排臨時大嘅所在。竹架大硬架是香港特有嘅建築技術，喺咧誠濟香港有名嘅電影場景內面攏捌出現過。竹架因為輕，佇中國南方運輸較方便，香港這種所在為都市環境，要搬甲時間攏較好勢。公視新聞吳文玲報道。有專家分析講，這個香港的社區火勢甲遮爾嚴重哦，其實主要是因為大樓外圍使用的防護網。雖然香港到今哦，閣是使用竹架的厝架啊，也毋過哦，其實竹架較大，所以較袂炭燒，所以這毋是竹架的問題。火星夜杯，大火小連續炭燒7棟大樓。香港豐湖灣拜三發生嚴重的火災，目前已經造成44個人死亡，嘛正做香港17年來上嚴重的5級火災。建築技術地分發分析，香港雖然慣勢使用竹架的厝架啊，也毋過竹架毋是真好燒的材質，火勢遮大，主要是和外圍的防護網有關係。假如是很乾的竹子，那防護網的問題是用自然阻燃的，基本上不太會燒起來。它雖然很乾燥的地方不太容易點火起來，可是因為你整個防護網都整大片燒起來了，所以它竹子它就是一個易燃材。電風發表示，目前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都已經使用鋼鐵的厝架啊，香港到大要使用竹架的厝架啊，上主要是和竹架成本低又個方便有關係。另外，若是要用鋼鐵結構，就需要一個時間的空間，也毋過香港的建築傷密，愛用竹架才有法度省空間。大家都知道，難免工地施工，有可能工人會抽煙，休息的時候抽煙，或者是說，他用一些工具有沒有哈？那可能是要電焊一些什麼連接點，那都有火苗。那萬一有火苗的時候，就是會有風險。電風化講，無論是使用竹架，也是鋼鐵的厝架啊，本身的結構都無問題。若是要防止火災，上主要也是防護網，就要使用防火材質，千萬唔通為了省成本，就違反法律的規定來使用一般的防護網，互悲劇發生。記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報道。
昨暗半暝，台中市的西区有一间土地公庙大火是烧甲真猛，消防队来拍火，真紧就甲火拍花，加载嘛无人着伤。即马大火原因搁会调查。因为昨天大概10点40分，有里长通知我说福德祠火灾，然后我赶过来，然后就看到说已经陷入火海了。那消防人员救完火以后，通知我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嘛。规间土地公庙真紧就拢互火烧掉，乌烟阁真大，加上消防队真紧就甲火拍花，嘛无人着伤。庙方的人员看监视器发现讲，亲像有2个囡仔去庙里点香，刷来庙就着火了，目前是搁会调查。再来看，屏东有3个爬山的民众因爬大武山，结果有一个查某人无细里跌倒，摔断骹骨。消防人员去抢救，先甲伊抬到山庄过一暝。昨暗透早8点外，派直升机载落山送病院。救援直升机停伫天顶，救援人员甲锁仔固定好势，豆豆甲受伤的妇人吊起嚟，准备甲载落去山骹送病院。这件意外发生伫2月，3名登山客咧爬北大武山的时，一名56岁姓罗的查某人伫步道大约6公里处跌倒，正骹目若像摔断去，伊意识清楚，但无法行路，随通报消防单位救援。消防局立即派遣特搜、泰武、来义共4车8人上网救援，评估意识清楚，由人力搬运。后送至快谷山庄。救援人员到现场已经暗时，先检查这名妇人的伤势，确认无法度家己落山。救援人员先用爱的，甲伊爱到快谷山庄过暝，嘛向消防署申请直升机救援。26透早，直升机对高雄机场起飞，伫8点半左右顺利将患者载落山脚送病院。消防局提醒，北大武山属于高山地形，且土地湿滑，民众爬山时需注意安全，且结伴同行。消防局提醒民众，爬山进前爱先评估家己的体力，因为关山的气候变化紧，山路嘛较湿，会当穿风吹的鞋仔，招伴做伙，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海巡署最近伫北中南抓到7个嫌犯伫网络伫卖刷鱼夹。查到计共是查到4支，一支大约是5万块。海巡署嘛提醒民众，这是保育类的物件，违法买卖，相当是判5档的有期徒刑，还是讲罚150万。我那时候手就是缺钱，然后后来有没有扣？有扣，那就没办法。因为民众伫网络打分，违法买卖用保育类动物固有喙管作为刷鱼夹，海巡查缉队根据线索，对7月到10月分别伫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地区进行敲找，拢总查到4支刷鱼夹，抓到7名嫌犯。因有人是伫网络打分找买主，有人是摕来店头价卖。这是开关过的啦，是吧？你老人的。不，我去年吗？没有啦。真去年？真的啊。就是老人老了啊，因少年的迄啊。帮忙查缉队表示，今年顶半年拢总查到37支刷鱼夹，上大支的有122公分。下半年查到4支，一支市价大约5万。这摆查到的刷鱼夹，拢是对厝内时代手头放落来的。少年的接手了后，有的是因为欠钱用，有的是想要转现金。查缉队强调，刷鱼夹做归宗教活动的法器使用无问题，不过若是牵涉到买卖行为，就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犯前利用网络平台匿名特性公开兜售1级保育类野生动物产制品，经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鲨鱼剑因特殊形状与象征意涵，与民间信仰活动常用于起祭仪式，故于市场上具一定价值，易成为非法交易目标。进前海保署做的调查报告，固有因为行政班掠伤济，台湾近海已经伫20年无看到固有出现啦。海巡署呼吁，若无迄个饲草，都会造成伤害。即阵真侪宗教活动拢运用白铁啊做的来取代固有喙管做的刷鱼夹，且民众毋通违法买卖，避免罚钱吃官司。记者柯家柯教用郭永昌报道。过来进前非洲伫这疫情，所以禁止用喷饲猪。农业部甲环境部是个要求讲，再喷的车得爱装 GPS， 用喷的饲猪场得爱有温度甲影像监视系统。外界嘛认为讲，敢是要开放用喷饲猪咯。农业部长陈冠贵早起伫立法院是表示讲，目前是按算讲要禁止用厝内的喷，也毋过会当用餐厅，还是讲大型厨房事业单位的喷来饲猪。
那至于说厨余的这些料源的部分哦，大方向。我想我们会先禁用家户的厨余，那未来可能会用正面表列的方式来处理。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整个大方向，我们都知道外界都在关心厨余所造成的风险，好，所以我们也在研议说什么样的落日的情况之下，能够让厨余养猪业者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渡期。部长表示讲，一般人厝里的喷哦，烦恼讲会有疫区的物件风险是真悬。也毋过哦，若是餐厅还是大型的厨房业者，因的肉品若是进口的，是袂有来自疫区的肉较安全。也毋过要安怎实施哦，目前是搁在研究。再来看诈骗的手法800款，新竹科学园区就有过价人员哦，因为收到公司高层发的电子批，要甲30万汇去海外口座，加在公司随着发现可能是诈骗哦，警方嘛协助甲钱动落来。查某人来柜台一遍免领60万，行员感觉怪怪，主动甲关心，煞害伊生气，警方来了解，才知伊是互诈骗。诈欺无所不在，以早拢是骗个人，即马诈骗搁再翻新，有境外不法集团上准产业界，特别是科技业，已经有抵科的企业受害，甲公司超过30万台票的资金汇出去，险有不法的诈骗集团变起。假冒公司的负责人或高阶经理人来说，我们这边有一些生意要合作，那要求公司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笔款项比较急，那希望你能够赶快汇款。我们运营中心的这个成立，我们主动的是做先从宣传来，让他们知道万一有事情发生，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去进行了解、防治，甚至是后面的追查。这款的诈骗手法，成立网络操作企业公开电子批甲联络方式，用足亲像的口座假做公司的负责人，假配合员工，要求加入咱的群组，用经过付款这个话术，命令即时汇款去境外的口座。警方阁补充讲，诈骗集团所用电子批的口座，嘛可能和企业的口座一模一样。一个情形是他有可能他的账户就是已经被盗了，所以他收到信件的账号就是跟公司内部的一模一样。那收件人可能他一时不察，他就也信以为真。因为境外汇款拢要开2天到3天，警方提醒讲要甲钱立定来，就要把握受骗了的黄金48点钟。检方嘛建议讲，企业牵涉到大笔的汇款，要有几下庭的验证，和厂商的联络，嘛有专人做联络的窗口，事先甲有方的工作做好。和诈骗集团无法度出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一个查某人，伊透过173叫车 App 去叫车，结果互司机性侵。叫车边平台是讲，因无法度来处理，受害者嘛去提告。新北地方法院是依照强制性交等罪，判这个司机8档的有期徒刑。点开 App 完成几个步骤，随坐上车，市面上叫车软体真多，不过民众经由173叫车 App 确实遭到侵犯。欢迎评价司机，协助我们持续改善。平台推出全台湾上小司机赔偿抽成25%，不过新北市一名女子用叫车系统坐车等于数的，却是互司机载到三重埔的爆化边去性侵犯，事后向客服来反映，对方甲伊讲无得斡权处理，互伊决定提出告诉。案件经过新北地院审理，医生依照加重强制性交者罪，同判4年的司机8年，会用上诉。被告未曾一己私欲，违反其意愿对之为性交行为，并拍摄 A 女私密照片，对 A 女身心造成难以抹灭之影响。173叫车平台司机毋免加名，即笔是合法计程车司机拢会使参加派车的介绍合作，就算已经有类似的车队，相关会使合作。对着即摆风波，叫车平台讲已经停止甲10万司机介绍合作，不过也强调当时乘客讲无想要甲代志闹大，希望司机补偿，所以才认定尚有车主以外的金钱争议。客服人员才回复讲无法度处理。这个驾驶他真的有涉及到重大的刑案的话，我们就是会以最重的罚锾来处罚。若不幸遭遇性侵害，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并保留证据不清洗身体，尽速就医。尽管10万司机的车行涉及即轮等待调查，不过负责管理计程车业务的双北市府相关单位拢讲，若司机牵涉重大刑案，依法应该开罚9万，废止营业登记，后续也追查伊所属的车行是不是牵涉管理的疏失。记者综合报道。
有民众伫高速公路看到一台平板的拖车，后面竟然挂2块大牌，感觉真奇怪。迄起来问大家讲，安尼讲对咧？高雄区监理所是表示讲，大货车的后车道哦，用来辨识车牌号码，得爱放大2倍半，还搁爱放伫明显的所在。亲像这台车，伊的车牌做甲共正规的车牌共款哦，这是无合规定的，买来要求车主得爱改善。高雄有民众伫高速公路顶悬雄雄影到这台白板的拖车的后斗，哪像都怪怪怪。详细甲看，哪会有2块大牌？到底倒一块是真的，倒一块是假的？民众看几部也是三不章。这一边的是纸做的，这一张是纸做的。我感觉2张拢假。民众想无，即个摕影片大文去问目友，记者根据影片内容找到当事车行，发现车行拢总有3台车有2块牌。业者讲，伊的白板的车拢是特殊规格，底盘价专门在载跑车。伊个车牌做安尼，是因为后斗的位无够大，为了整体美观好看，都用大纸来处理。只是整体上让它好看对称，像我们不是除了说像那些性笔涂鸦这样的很难看，我们就是一个识别体系，而且就主要让人家能看得清楚。业者无歹记，不过为了好看，甲辨识用的车牌号码标示做甲真的车牌一模一样。这部分高雄区监理所讲无下规定，而且佫有可能会牵涉到伪造车牌问题。监理所强调，白板拖车后斗要做辨识用的车牌号码，无论是用擦的，还是用大纸黏的，一定要放大2倍半。若是无够规通标示，冇应用的做法。伊的位若无法度去放大这个倍数的部分，也当用金属。材质硬质的材质来去做喷涂或粘贴之后，用按的焊接还是螺丝甲固定伫后边的明显处。监理所表示，后续会要求业者甲车牌号码标示改掉，业者嘛讲会照规定办理。监理所强调，无论大货车、小货车，后斗车牌号码标示拢有相关的规格甲特殊状况的应用做法，都是袂使做甲真的车牌一模一样。记者柯家族柯超用高雄采访报道。明年要选市长咯，咱来看新竹县哦。目前的副县长，国民党的党部的主委陈建贤，早起是宣布讲要来参选党内的初选。立委林书明甲徐欣莹嘛想要参加初选。伫民进党的方面哦，台北市长郑调峰呼声是真悬，也毋过伊是表示讲，目前伊上重要的代志是先甲市长做好。伫加油声音中，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拜示正式宣布参选2026新竹县长，国民党党内初选。陈建贤强调，伫地方服务20多年来，对新竹县的需求甲挑战拢真了解，伊认为目前家己应该排起责任，为新竹县继续打拼。责任的承担是非常的重要。我想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新竹县值得更好的新竹县。建贤今天在这里表态参选新竹县长，就是要来承担未来，让我们新竹县未来更好，让所有的新竹县民以新竹县民为荣。除了陈建贤以外，国民党伫新竹县各立委林书明以及徐欣莹，两个人拢表示有意愿参选党内初选，也强调尊重党内公开的初选机制。明年的县长选举，市民绝对不会缺席。但是我们党内人才济济，市民会依照我们党内的提名办法参加初选的一个登记。民众热烈的希望新营可以参加党内初选，全力争取支持。所以新营也会静待党中央公平、公正、公开的初选机制。民进党的部分外界拢在看台北市长陈调峰的态度，陈调峰是表示，目前上重要的工作是先甲市长做好势。那我想还有1年的时间。那我觉得谈这个有一点早，对我而言。2026年地方首长选举拄好剩1年的时间，不管国民党也是民进党，新竹县的选战嘛已经正式发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国造畅水南海群号今仔早起进行第4届的海上测试哦，嘛派出军用机无人天国海军陆战队的专家。军事观察家嘛认为讲，未来至少会来做2届实际畅水的测试。27透早大约8点20，国造畅水南海群号离开地船的船有了后，豆豆挖进港口，一旦清楚看到前后甲板拢有徛海军的官兵。海群号伫军用级的无人艇混进无几鱼，还有海军陆战队的小艇顶这的船飞破航行之下，豆豆驶向外海进行铺航的测试，按算下晡倒来港口，这也是海群号147天了后，搁再出航。
军事马将再次就伫咧港口等，为着要翕着伊，因为海军号今年6月17即将执行3届的普航测试，7月7第3届海测了后，已经4个外过无搁再出海。睽违已久的试航，所以就是我们就再度来到这边，然后来帮这个台船跟256战队还有海军的这个官兵他们加油。海军号原定是9月要完成海上测试，却无实行。国防部长也证实，要伫11月交艦有真大挑战。军事观察家指出，海军号超过合约期间无交艦，可能逐工拢会风发。不论是第一船还是海军，拢希望伫安全的前提之下，量早完成测试的工作。第7日8普航的测试会当讲是畅水出航进程最后的准备工作，会以普航的状态模拟未来畅水航行测试的科目。新增了很多的装备。所以在电力系统的部分的需求当然就增加了，所以在这部分的整合，可能当初预估的时间并不是很充足。那现在看起来应该都已经整合到一定的程度。海军号未来至少有2届畅水出航的测试，第1届会伫较浅的海口进行畅水千里行深度的测试，第2届畅水航行测试会伫较深的海口，按算是100到200公尺以上的深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国家太空中心头一个家己做的光学遥测卫星，称是福摩萨卫星8号头一粒的卫星，这北林木卫星本地按算伫台湾时间透早2点18分，要用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发射升空。也毋过火箭有状况 ，SpaceX 嘛宣布讲要先取消这届的发射，按算48点钟后搁再安排。3、2、1。1号福卫8号星系由国家太空中心研制第1粒卫星，最必零卫星本来台湾时间27透早2点18，要坐 SpaceX 的 Transporter 15火箭，自美国加州反登堡基地发射升空，不过伫发射直步时阵，火箭倒算时间一直停伫咧15分33秒。尾下 SpaceX 宣布，为着火箭甲卫星的安全，取消发射。不过火箭甲卫星即马状况拢正好。TSA 助理工程师吴定伟讲，应该是伫咧装液态氧的过程时阵，发现有异常的情形，才会甲发射倒算时间停落来。即使是像 SpaceX 这么有经验，他们还是会遇到就是有火箭有异常的情况。那但是只要紧急的，就是尽快的去做一些适当的处置，都还是可以尽量去降低它的问题。最必定卫星是福卫8号星系的第1粒，这个星系是8粒卫星组成，将会伫未来几年陆续升空。加上嘛，抑阁伫咧服役的福卫5号比起来，这边新卫星的影像解析度会当到1公尺以下，用多卫星同步运作，会当大幅度提升影像取像频率甲应用的弹性，像防灾、农业、地景改变的监测，将应用在国土规划、农业监测、灾害应变以及环境保护。来提升人民生活福祉，强化国家安全，让台湾更有力量面对各项挑战。因此，它被命名为齐柏林。希望齐柏林导演的精神可以延伸到太空，继续守望台湾，关照世界。最必定卫星本来是11月10日透早要发射，要有延2遍。第一遍是 SpaceX 因为天气甲火箭整备的进度延1天。第2遍是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预算案卡关，行政规拢停落来。自11月7日开始，禁止伫早起6点到暗时10点的商业发射。福卫8号发射的时间无法度缩到暗时，所以被迫延到27才发射。Space 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个整个的状况所以他的团队当然会持续的待命等到整个发射的任务完成。才会结束。好在在火箭甲卫星即马状况拢正好，按算伫台湾时间29透早2点18，再一遍发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内蒙古风背山是真严重哦，所以山东到上海的空气品质拢真歹。环境部提醒讲，今仔暗时到明仔载几日，东北季风会甲中国境外污染物嘛吹来咱台湾，所以全台湾的空气品质会出现感觉式的灯号，建议民众出门要爱挂喙罨。蒙古帮忙，高平地区前几日受到中国境外污染影响，到达空气阁真歹，垃圾空气也未散。即马阁有另外一波的境外污染要来，环境部提醒今年瓜人第2波的境外污染，上紧摆是暗时8点到位，影响的范围是规台湾。
中国大陆的那个沙尘呢，它是在内蒙古这个区域，所以昨天这边的浓度是比较高。那现在目前呢，已经逐渐移动传输到大概上海跟江苏这个位置。那我们预估呢，大概今天的晚上应该会影响到台湾。环境部提起，即届吹来台湾的垃圾空气，分别是蒙古的土沙，加上上海附近的工业污染。环境部目前已经监测到，在安徽地区 PM10浓度已经飙到600微克左右，到时会对着东北季风吹来台湾。沙尘来，今天晚上会先影响到北部地区，然后呢，到了明天的凌晨跟上午会逐渐影响到中部。中国大陆在沿海的这些城市，其实它的浓度现在是蛮高的。好，现在看有400-500，到台湾可能的 PM10的浓度，就是悬浮微粒应该会达到200。环境部提醒民众，空气品质警示若是到感冒式的灯号，出门一定爱挂水暗，也建议学生上体育课尽量耍伫咧室内，唔通伫咧外口输垃圾空气。记者陈雪林旭凯、柯敏哲台北报道。最近嘉义市有一寡路口真是倒滑的专用车道哦，也毋过因为路毋是直直的，是一寡小块歪歪哦，都未少民众哦，因为无拍方向灯来驶弯，收到罚单。交通处嘛呼吁讲，只要有换车道，拢爱拍方向灯，会搁加强宣导。顺着涂骹的车道线弯路口的时阵，要为内底的车道先带行，才会当继续直行。都有民众带行的时阵无拍到方向灯，结果去接到罚单。你没有注意到，其实你直行过去的那个车道，你占用到的是可能是内车道的这个车道，因为它有画虚线。对，我实测10台，有将近9台是没有打方向灯。对，所以就是这个可能要再宣导了，让大家都知道说，其实你这样直走上去，你是要记得要打方向灯。敢若2线车道的路段，伫路口增加倒滑的车道，原本伫内底车道要直行的人，顺车道线行，搁爱拍方向灯。嘉义市最近一寡路口，拢出现这款倒滑的专用车道，民众伫网络顶面提醒大家分享家己接罚单的经验。真侪人嘛讲，安尼路线的规划，确实会害人无去注意到。我们要左转或右转的时候就要打方向灯，还有一个情形就是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那因此，只要跨线、跨越车道的时候，事先跟全程都要打方向灯，直到变换车道完成为止。嘉义市交通处表示，市内车辆的增加，再加上一寡路段的施工，才会来使用这种偏新式的倒滑车道。未来会来加强宣导，提醒倒滑变换车道拢爱使用方向灯，减少民众违规守法的行为。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台南市新营因宽仔的停车位改善工程哦，特别完工咯。也毋过有议员是指出讲，哪会伫人行道来设停车格咧？台南市交通局是强调讲哦，拢有留超过1米半过路人的空间。伫启用了后，卖来看民众的反应，才过来做调整。台南市议员蔡玉辉日前伫面册分享台南新营医权新设的机车停车格总算要完工的相片，却引起网情却批评，认为伫人行道画架会压缩到过路人的空间，兼这机会引起触及动线的安全性，实际到场坐人闹不敢看法。这边走路人其实不多啦，那又不是说很市区。对啦，安尼可以啦，很方便啦，因为有汽车可以停，机车也可以停，人行道也可以走。停车格都不该画在人行道上，这会造成人车直接在人行道上面碰面。明明就有归人圆环可以做参考，为什么还要走回头路呢？经过了解，这算商业区4个位啊，有商家、甲银行，地方反映这停车困难真侪当。后来这共同甲意见交予交通局定情，经过几摆会勘，才做安尼决定。议员嘛强调，这是照道交条例第90条之3的规定执行的。在不妨碍行人通行，增加行人通行的面积，叫行车安全汽机车停放的位置，解决开罚单，我何错之有？网红不要乱批评。没专业，网红不一定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模式是有避车弯的。那假设如果真的疑虑非常的深的时候，我们认为请交通局来考量，把它改成有避车弯的方式。台南市交通局回应，新设的停车格有符合法规，是无影响过路人通行安全下，兼顾在地停车需求，买照实际使用的状况，均当性来检讨。依法划设各位且绿有1.5米以上的行人空间。后续若有民情反映，会在依现况改进。
民代讲当地民众当期反映停车困难，定定搁放开单，才由交通局规划精设停车格。机关嘛回应外界批评讲，强调盲情无一定专业，应该了解相关法规，才来评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中华海巡226伫中滨工业区上北边外新港的布花发现一只可大的白海猪已经死了。海保署表示讲，这是一只有编号、有记录已经成年港的白海猪哦。伊死亡的原因还搁调查。生活伫海里的白海猪，即阵说伫中华发现看大死亡的状况。2日下晡，海巡署咧巡逻时，伫中滨工业区上北边外新港的布花边，发现一只看大死亡的保育类中华白海猪。经过确认是编号 OCA-023，名号做 Caesars 港的白海猪。伊个体长大概伫2米5，体重是大概伫154公斤。阮的经验来看，大概是正青年啦，将来会针对伊的胃来研判讲，大概伊死亡偌久的时间，偌久无食物件。海保署表示，这只白海猪无明显的外伤，当咧解剖做病理分析，详细结果会伫12月中公布。根据海保署的统计，为2019年到今有5只白海猪死亡的案例。环保团体就指出，照这款死亡速度，白海猪恐惊真紧就会断种，呼吁政府就要加强污水排放甲渔船的管制。西部沿海就最开发案有污染的部分，加强那个管制排放标准。流刺网是对北海猪的影响嘛就大，我是希望讲，若法度较积极中华海域啦，是讲山海地让法度禁止来使用流刺网。海保署表示，过去解剖结果，把发现白海猪胃内底有塑胶加鱼网仔，推断可能是造成白海猪死亡的原因之一。但是嘛，发现胃内底有石首鱼壳类，亲像是拍头啊这类的鱼仔，所以因也和渔民合作放鱼仔，增加白海猪的食物来源，嘛透过监测加教育宣导，减少人为对大自然的干扰。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关心香港新界大埔洪福园社区8栋大楼着火，目前传出讲已造成至少44人死亡，其中有一个消防人员，有几啊载人送病院，共279个人失踪。建筑公司有3个人已经被警方抓起来了。警方嘛发现讲，这大楼外墙拢无使用有防火功能的建材，所以造成火是炭了真紧哦。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嘛表示讲，因会彻底来调查。大火甲乌暗暝，染甲红记记，几栋大楼着火烧甲真美，看起来真惊人。香港新界大埔区的洪福苑，2日下晡8栋超过30层楼高的主体大楼发生火灾，消防人员透明抢救，不过火场的温度真高，而且烧甲真紧，消防单位坦白讲真歹救人。Up to this moment,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fire scene is still very high, so we have difficulties in proceeding to upper floors of 2 of the buildings. 大埔洪福苑2日下晡2点51分发生火警，火势一路炭烧，对下晡3点烧到6点22分，严重程度已经对3级升做上悬的5级。这也是17年来头一届的5级火警。虽然拍火拍几暝，而且也是有火势伫部分楼层咧烧，佮继续庆祝表演。现场的消防也佮咧抢救。因为当地警方表示，初步了解是因为建筑使用不合格的消防材料。咗嘅保護網啦。保護膜咧、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咁而我哋警方喺現場進行調查，發現一棟係未波及嘅大廈，喺裡面每一層嘅電梯大堂嘅窗出邊咧，係發現有啲發泡膠嘅包封嘅。警方也到建築工程公司敲索，有3個公司的人員，互人按照涉嫌誤殺來抓起來。洪福苑去年7月開始，因為建築上樓，外牆做大規模的整修，工程有1年多，按算每年完成。不過藝術用不合規格的材料，玻璃窗仔搭玻璃攏，還有真高收起來竹仔來做用架，而且好親像還有工人食薰才燒開。特首李家超表示會徹底調查。我已經指示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單位全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首先嘅工作，最首要嘅工作就係撲滅咗今次嘅火災。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
李家超表示，已经动员一切必要资源，甲人力进行再开抢救。也那数百位居民已经互疏散到临时庇护中心，也当咧紧急安排受灾户到临时的住的所在，用严肃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市区离北京无偌远的所在发生枪案，有2个伫路林咧巡逻的国民兵伫昨下晡伫北京的附近互开枪，2个人是拢有性命的危险哦。嫌犯嘛随风抓起来，伫代志发生了后，北京就随封锁。美国总统川普嘛下令讲，佮再派500个国民兵来进驻华府，加强戒备。伫华府闹区日下到2点外，离北京几条条街的路口突然间传出几落声枪声，集群的国民兵倒伫咧涂骹，现场国民兵甲警方是压制嫌犯。FBI 联邦调查局形容，这是对华府治安甲联邦部队的公然挑战。2个国民兵即卖还阁伫咧交互病房抢救。目击者讲，这附近普通时是白领族上班或者是食到人多所在。无想到讲，伫咧美国戒备上严密的总统官邸附近，竟然发生国民兵敢若是被锁定攻击的枪击案，让人真意外。We did hear them like working on somebody and like they were doing chest compressions on one of the National Guard men, and then there was another one that was on the ground that looked like he was a little bit closer to the suspect. 枪击迄当阵，附近的民众正伫咧路的等信号灯，突然间听到几落声正大声的乒乓叫的声音，拄开始就是伫咧时间，尾仔看到国民兵冲向地铁站的方向，才知影发生枪击案，大家赶紧走。目击者讲，几分钟内现场就出现真侪警车、消防车甲直升机，警方由防锁线，远远看到2个国民兵倒伫咧涂骹，边有人持因的胸坎伫咧抢救，其他国民兵情绪激动揽做伙。This is a targeted shooting. One individual who appeared to target these guardsmen, that individual has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枪击案发生的时阵，川普人正伫咧佛州过感恩节的假期，北京把紧急封锁。川普谴责这是正恶质的社会攻击，若违反人性，也是受分加恐怖行为，强调会负责承担的代价。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川普下令，再增派500名国民兵进驻华府，让首都大楼顶的军事存在感更加强。That will only stiffen our resolve. We will never back down. We will secure our capital. We will secure our cities. In fact, this happened just steps away from the White House. It will not stand. And that's why President Trump has asked me, and I will ask the Secretary of the Army to the National Guard, to add 500 additional troops, National Guardsmen, to Washington, D.C. 川普自从第2任期开始，就以打击犯罪为理由，伫几落的民主党执政的城市部署国民兵，引起是毋是军事化治安制造对立的争议。即马国民兵伫咧北京附近受到近距离攻击，亦互这项政策拄到国家大的政治压力。公司新闻郑伟林编写。来看社会国家几内亚比赛军方昨是表示讲，已经取得政权，全面控制国家。总统嘛已经封抓起来，国家计界拢成封锁。这个国家第23才打办总统甲国会选举，投票的过程是拢真顺利。本地是按算讲27就要公布选举的结果，所发生政变。日伫几内亚比索首都比索的国家选举委员会总部附近发生持续的抢劫事件，当时已经有消息传出军方夺取政权，本来预定27公布23个总统甲国会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即摆已经改变。Quand j'ai entendu le tir, j'ai concentré, j'ai crois que c'est normal parce que c'est le problème des élections. Sim. A expectativa era para poder amanhã saber quem ganhou as eleições. Na véspera das eleições, esse ambiente, de facto, já volta clima de medo para toda a gente. Quem está em Bissau nesse momento. 日一任军官表示，因已经成功夺取政权，成立恢复特殊高级军事指挥部，逮捕总统恩巴罗，并改关起来，搁暂停规个选举运作，同时实施宵禁。伊就是伫这个宣布进前，总统府附近传出激烈枪声，搁看到穿军服的人，甲通往总统府附近主要道路封起来，几条百个民众用行的，也是赛车逃走，寻求庇护。Para a operacionalização da qual se montou esquema operacional oriundo de alguns políticos nacionais com a participação de conhecido barão de droga.
nacionais e estrangeiros, bem como tentativa de manipulação de resultados eleitorais. 军方消息指出，恩巴罗已经被人逮捕，安置伫参谋总部，参谋长甲内政部长嘛做为被人羁押。恩巴罗的对手反对党候选人迪亚斯26叫人逮捕。联合国甲葡萄牙呼吁因爱有站责并尊重法律。基内亚比索的1974年脱离葡萄牙独立以来，经过4届政变，也甲真侪届政变无成功，因为长期政治不安，所以变做全球上散车的国家之一。 将近4成的人生活真散赤，也因为这个较无治理，变作拉丁美洲去欧洲毒品走私重要的中转站。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咱国内有投顾公司预计讲，明年台股是有机会挑战3万点哦。另外，中央大厦台湾经济研究中心嘛公布11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其中投资股票的时机，正面的指数是降上济哦。 学者是认为，有可能是投资者是真烦恼，讲目前台湾的指数已经上悬了，风险会真大，所以他唔敢来进场买股票。本市台股开盘，股继续起的强势，27,517点开出，盘中上悬到27,659点，起250点。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450块，尾下起码小可有较收，盘中上加1439.5块。 美国联准会那边12月可能还是会降息的，这个呢就给美国股市呢造成相当大的激励作用。那同时呢，我们台湾股市呢也跟着就连续到今天为止连续上涨了4天。分析师认为，台股有机会挑战高点，因过就来看12届美国联准会是不是真正亲像市场所有记的降息，抑个美国最高法院是不是推翻川普的关税政策，拢是股市的变数。中国信托证券投顾分析明年的投资展望，认为台股会先苦来，再个跳起来，有可能挑战3万点。全世界明年经济会慢慢降来。金发老人软着陆的一个经济走向，也就是经济出现放缓，那抑制通膨，但不会做衰退。而且台湾金融市场股汇市拢起，新台币对美金开盘31.32块，盘中8成破31.347。虽然最近台股表现起较侪，但是中央大厦财经中心调查11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投资股票的时机指数，连续2个月下滑上侪。大家只是认为未来半年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指数的位置太高，似乎不适合进场，所以我们调查了这个结果，它才会分数这么低。 学者认为，台美对等关系也未确定，再加上232条款调查也未公布。若是谈判的结果，台湾真正会投资美国4,000亿美金，若是政府压力真大，伫厂商甲薪水管的工程师拢走去美国，台湾的平均薪水恐惊会互伊诱来。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立法院之前3读通过在违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也毋过行政院认为计算的公式严重佮错误了，按算今仔要来提出复议案，因为去年纳八的修法嘛，因为公式的错误有345亿的空筹款无法度分配。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即嘛是主张讲用暂行条例，甲这笔钱用伫社会福利，也毋过哪位是认为若要扩大社会福利，无应该用暂行条例的方式。 在违法争议继续滚价，对立法院3读通过，在就办在违法行政院之前要提复议案，这也是行政院长杜荣泰任内所提出的第8个复议案。那今天这个基础的财政宪法遭到乌龙版的恶修，遭到爆冲版的乱修，那行政院当然必须要依法来提出体制上的救济。他老是提复议啊，变成史上最多的复议院长。 每一次复议，每一次失败，然后硬要撞，等到我们3读通过了，都还没有实施，你才丢行政院的版本，那是行政院的版本，你又送不出来。针对立法院去年修订财政收支违分款，因为计算公式分布错误，和345亿通筹款无法度分配。民进党伫县党团提出，在违反第12条之一无分配款运用暂行条例。 主张无法度分配到地方的345亿，应该用在人民，包含妇女做月内，政府出10万，国保年金一个月领照8000，上班族都退主提1%，政府加上1%。我们应该想一个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列，绝对不是用暂行条例，而是未来这些政策要做。
不是到处找钱、到处挖钱，要做我们就好好的做，长长久久的做。对于整个这个345亿的存在与否，双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一个交锋。在这个时间点，345亿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存在的，因为他们修正的法案当中，第3次修法了这个法案，事实上目前为止还没有生效。但现在345亿元又已经有另外一个那个草案也通过，就是说另外一个分配，那所以这2个就会有竞合。另外，对纳贝立委将行政院办在违法修正草案将反立案，民进党讲要用公道下阵。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罗秀贤是呼吁中央赶紧公布市场的经验。桃园市长张善政是建议先注销原则，佮提出市场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学校营养午餐对学生来讲是真重要。立法院今仔嘛审查学校供餐法的草案，有立委是提出无同款的建议哦。伊嘛希望讲教育部会当互学生的中昼顿食甲健康、营养佮公平。教育部嘛表示讲，佮甲各县市政府讨论，继续来拍拼。学生准备要食到，这是学生伫咧学校食的营养午餐。有立法委员针对立法院办事审查的学校供餐法草案提出建议。国民党立委罗定伟是表示，有真侪学生反映讲无好食，也若针对食品安全的问题，嘛有标准无一致的状况。希望教育部提出相关原则补充入去草案。希望讲透过咱重视这个法案，开始咧审的时阵，互教育部一寡压力，希望讲伊嘛会当出家己的版本。咱做伙来讨论。现在民进党立委张雅婷是指出，22个县市营养午餐的补助金额无同，这嘛会致使经费较量的县市中昼顿着通食有机的有诶就无，嘛要透过学餐法来保障各县市伫咧营养午餐补助经费的公平性。应该不管你是出生在倒一个县市，应该拢会使得到同款的一款食饭的一个品质啊，吼，啊，佮有应该嘛爱得到同款的一个营养教育甲饮食教育，因为健康拢是同款重要的代志。教育部是回应讲，目前各县市有在使用在地食材含国产猪肉的比例已经有90%多，未来嘛继续含各县市政府讨论，互学生的中昼顿通食甲更较健康。继续来努力，确实地方的一个权责、财力的不同、许多的共识，这也是我们一路走来，虽然有草案。行政院也收到了教育部提出的一个草案，到现在还是没有放弃跟地方，希望能够更多的一些沟通，能够建立共识。立法委员强调，通过学餐法的重要性，唔那是要让全台湾的学生囡仔营养午餐通维持品质，嘛希望透过学餐法来保障食品安全，让学生和家长拢通安心。记者陈心栋、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南投县目前是有40户的寄养家庭哦，有80个寄养囡仔。南投家庭辅助中心是表示讲，目前寄养家庭的父母有超过一半哦，拢已经是超过55岁了。所以今仔是开记者会，呼吁愈侪家庭会让做伙来加入。这是我们的典范。寄养家庭代表担起比罗，亲像担起到照顾寄养儿小责任。南投县目前干那有40个寄养家庭，当中超过55岁的占一半以上。南投家扶中心特别举办招募记者会，代表分享的寄养妈妈，30多岁时捌做寄养家庭5年，62岁退休了后，又回来做寄养家庭。伊讲捌有一个幼稚园的囡仔，拄来引导的时会闭伫椅仔骹，经过伊长期的照顾，才变甲真开朗。为小班到今摆已经中年级啊，对我足好诶，然后嘛真体贴。阿妈要穿啥？然后他会说，我会帮阿妈做一些事情。今年统计到10月，南投县接到2300多件囡仔受到苦毒、家庭暴力的通报，等于每天有7件。寄养家庭根本无够，南投家扶希望有寡济少年人加入寄养家庭的行列。寄养家庭有一半以上拢会在55岁左右，南投县每一天拢有差不多6到8件有的囡仔，可能会互人苦毒，所以讲目前的寄养家庭是无够的。要加入寄养家庭吼，免烦恼啦。咱的家扶中心的社工吼，甲县政府社工吼，嘛拢会来协助。南投县政府强调，政府每个月都会提供将近3万的寄养费，负担囡仔生活、读册这费用。除了会有社工陪伴寄养家庭，辅导寄养囡仔，也会提供寄养爸母的在职训练、囡仔的健保这的协助。希望有爱心的家庭来做寄养家庭。记者邢平基南投报道。
宜兰东山市区哦，我落当交流道要上摆所在，拜六礼拜哦，塞车拢会塞甲真严重。地方是希望讲会当争取来设东山交流道，也毋过相关的评估嘛已经互退回误解咯。有民意代表是认为交通部根本就无想要做，县政府长修正了后，搁再送交通部。部长陈世凯是强调讲，会全力来支持建设。大概若假日国道5号塞车问题一直互宜兰人真困扰。其中东山乡市区离罗东交流道上北入口7.7公里，边仔车道假日车流积甲真严重。地方持续争取东山交流道的建设，不过专案可行性评估，即阵啊，互交通部退回，要求县政府修正。这已经是这个计划可行性评估第5届退回修正。我们就会在持续再呈报到行政院。那行政院核定之后，那接下来就是高工局要办理规划设计了。那个10月份的时候已经就又有4点意见送给县府，那县府这边也已经修正，再送给我们高工局这边哈。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7日东山乡现勘，县政府讲，交通部提出的4点意见，包括边仔车道、诚信路的拓宽、工程界面、高工局甲县政府安怎分工，爱做好协调工作。这部分县政府拢会配合，相关工程配合款拢准备好啊，计划修正了后，2日已经搁送交通部审查。所以以往那在我们只有凭借着5节的罗东交流道，所以造成了很多我们乡亲对这个的相当高速公路交道的相当的不方便然后现在是可以说就是故意找理由把我们退回来了。不过，东山交流道县政府2021年提报申请甲单持续卡条的，互人退回修改真侪改，引起地方的不满，认为交通部根本无想要做早找正靠拖山，安尼无是咱唔是改就改好。其实这个交通的建设我们都希望它能够符合一些规定，所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会来回几次，这个很正常。交通部表示，交通建设的审查希望会当符合相关规定，并赶紧通过，唔再要求县政府修正，计划往回拢真正常。交通部一定会支持地方的建设，加速办理东山交流道可行性的评估。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目前立法院有14个森林法相关条文的修正草案，早起做审查。农业部希望讲造成树林盗火刑责会当加重哦。毛立委提案写掉树林就爱负责开发。也毋过哦，农业部是表示讲，这应该无遐尼简单。深山、爱山愈来愈侪人行入山林，毋过人若多，过去环境敏感或者是生态丰富所在，出现佫较侪变数，草花树啊减少，佫增加土壤冲走。民进党立委5立华等17人，因为应该修正森林法来适当管制。承载量管理、人员入出管制、车辆使用限制，以及宿营地点限定、指定或禁止等措施。要立委提案应该增加伫森林游乐区甲自然保护区内底禁止饲伫遮的动物，违法的人应罚1000块以上。农业部表示尊重。流浪犬猫呢，甚至也会因为族群扩张过快而捕食、捕猎这个野生动物。针对森林火灾有97%是人为引起，要立委提案应该提悬烧毁森林的刑责，而且爱有主动通报的义务，若无通报爱处罚。毋过农业部烦恼安尼做，恐吓抗拒通报意愿。毋过提案立委有无共款的看法？我们内部评估是，有时候反而会造成人家不敢通报。反而造成一些后续没办法处理，因为在森林里面很少人会看到的时候，会造成一些，所以也建议不纳入本次的一个修正。那你加重他失火、放火、销毁森林的罚则，这些相关的，他会有压力，没有压力，他就会以身试法。立委也提案造成森林烧毁了后，行为人应该恢复原状。农业部认为，伫制评顶悬可能困难，毋过伫提悬烧毁森林刑责是大家拢有共识。农业部目前提出的版本是：放火烧毁他人森林，毋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佫并科500万以下罚金；若有人死亡，佫爱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3度；
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中岛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